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大家電視機熒光幕會見到一部六合彩嘅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可以即刻開始第9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1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31。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號 ，second draw number is 4。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24號 ，third draw number is 24。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27號 ，fourth draw number is 27。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15號 ，fifth draw number is 15。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係9號 ，sixth draw number is 9。最後一個攪出嚟嘅特別號碼係45號 ，extra number is 45。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已經順利攪出，但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4號、9號、15號、24號、27號、31號，而特別號碼係45號㗎。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嘅六合彩結果，又或者頭2、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瀏覽馬會六合彩嘅網頁。好啦，節目時間到呢度差唔多，我哋